一個16歲嘅男仔通過咗腸菌嘅移植，醫好咗自閉症。部分特定嘅腸菌仲可以調節情緒。深圳有一個16歲嘅男仔嚟到醫院嘅時候咧，唔同人講嘢嘅。通過3次嘅腸菌移植之後咧，效果非常之明顯，已經可以同屋企人溝通，並且可以開玩笑。多項嘅國內外嘅研究顯示，腸道入邊嘅部分細菌咧，的確可以幫助合成5羥星胺，調節人體嘅情緒。好似抑鬱症啊、自閉症嘅患者，佢哋通常都係5羥星胺、多巴胺、去甲腎上腺素分泌不足導致嘅，表現為情緒嘅低落啦、疲倦冇力啦、精力唔好啦、做嘢冇動力，仲會有自卑、自責、悲觀、消極嘅情緒。呢啲好多都係先天基因嘅問題造成。我哋嘅抗抑鬱治療之所以能夠治療抑鬱症，根本嘅原因係佢可以調節人腦嘅神經遞質嘅濃度，從而改善人嘅情緒。